目前为止还没下架。然后我们也很惊讶，怎么会活到现在？你们麻烦哦，就是去点的时候不想唱没关系，就放着。看你也不错啊。过一半时间我们就有赚钱了。哎，一首歌0.多少？几块？这个10%。10%就是1块2块。1块2块了，我们乐团就会赚1块2块。你点一次的话，我们不要再问年收入了，好不好？实在是低的可怜，好不好？没有。领低收。欢迎大家去点啊！为大家带来这首《等待与期待》。带来这一首，作为我们这次台北之旅的尾声。还是很抱歉哦，手指抽筋，表现不佳，扣分。有一个女孩，她叫巴奈，她等待她心中的男孩，一直等待，她能明白她渴望拥有一份真爱。有一个男孩，他叫应该，他期待他心目中的女孩，一直期待向她表白，只是他还在心里不能开。我勇敢地走向前，不要害怕受伤害，再靠近一点点，就能抓住幸福的感觉。唱完人生唱，有一个男孩，他超应该，他期待他心目中的女孩，一直期待向他表白，只是他还在心里不难开。我勇敢地走向前，不要害怕受伤害，再靠近一点点，就能抓住幸福的感觉。感谢你们来哦，不管怎么样，希望都还有下次的机会。明年的1月9号，我会带我们部落的年轻人在河岸留言演出，在那个西门町那边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宣传了。那也谢谢今天给我们机会的礼物，我们给礼物的全体工作人员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谢谢他们。明年的1月9号，那天是礼拜六，欢迎大家来看我们部落青年。
他喜欢摆烂，只是因为2个字害羞，他不敢说出来。还有话，那我就跟你讲，早点接受他的爸爸们，看到他现在已经跟别人身边的孩子，哈哈哈。活该！哎，这个故事告诉我，更相爱要正常。还在听什么歌？赶快跟你喜欢的人告白，不然他就跟你说拜拜，拜拜，说拜拜。说拜拜，说拜拜，耶哟耶，耶哟耶。后会有期，谢谢各位。